關愛社區，咁呢一 part 呢，都緊要嘅，但係又幾難去掌握嘅。點解呢？因為呢一 part 呢需要第11課嗰個嘅社會服務去配合嘅。咁佢會問呢社區裏邊有啲咩實際嘅行動作支援啦，個課程綱領。咁另外第二個呢，就係話認清有需要嘅人士同家庭所能夠得到嘅支援同服務啦，提出可行嘅方案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檢視點樣關懷社會關懷嘅責任嚟嘅，就喺地方社區同埋義工服務好重視服務嘅。咁我哋睇一睇啦，呢度咧就係社區支援網絡咧，我哋要識嘅。咁主要有5大類啦，個人網絡啦，你自己有咩朋友即係個人資源啦，你識幾多人啊？你嘅 friend 點啦？另一個社區裏邊咧就係義工啦，參與義工啦，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啦。咁鄰舍網絡即係隔離左右啦，去互相幫忙支援啦。照顧者網絡啦，就係專嚟去照顧有需要嘅人士。咁另外一個咧自助小組咧就係同一個背景人組成一個組織，互相去關心嘅。可能肝臟移植協幫會啊，換咗肝嘅人啦成立嘅，咁呢個自助小組啦。咁可能咧你係即係家庭家暴嘅啲受害者啦，咁啊組織埋一齊啦。咁呢個都係叫自助小組。好多時咧，我哋都會係去答到咧，就係自助小組呢個就係非正規嘅照顧嚟嘅嚇。咁主要係提供個情緒嘅支援。咁社區裏邊有咩工作咧？就係有社區中心啦、鄰舍層面嗰個嘅發展計劃同邊緣呢啲。咁呢啲係一啲名啊各方面嘅計劃啦。咁按嗰個需要去記啦。同埋社區照顧咧，就有需要人士提供喺主要係熟悉佢哋嘅社區，希望咧佢哋能夠為一個自給自足嘅咁避免咗即係住院啊隔離。咁譬如長者呢啲避免咗佢去老人院啦咁所以咧有咩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啦，就係可以咁樣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咁嘅中心咧就係喺嗰度咧可以照顧嘅咁佢就唔使翻屋企嘅瞓，即係佢係翻屋企瞓覺，唔使嗰度瞓嘅。咁日間護理照顧，咁呢個就係個好處，其中例子啊。同埋咧嗰個家居照顧社會資源網絡義工啊，咁譬如有啲義工送飯啦咁或者有啲護士係社康護士啊，咁你都要識嘅，就係護士上門去探啲長者嘅啲義工嘅服務啊，去幫佢做清潔啊、陪診啊各方面嘅。咁呢一個其實舊年咧考咗啦，之前咧好少考，都唔知佢點考嘅。咁舊年考咗呢題都幾難嘅，就係問喺社區裏邊嘅照顧，喺社區裏邊有啲咩照顧，同埋由社區照顧，純粹2個字，然之後去俾啲例子，同埋去闡述嗰個概念，去滿足傷殘人士針對傷殘人士嘅社交需要。OK，咁由社區照顧嘅。咁社區遊啊嘛，咁即係社區嘅人啦。咁呢啲咧就係一啲非正規嘅就係啲親朋啊、家庭啊、隔離鄰舍、義工啊咁樣樣，咁去關心啦，所以滿足嗰個社交嘅需要。咁另外咧，在社區嘅照顧呢個咧，就係社區有啲咩照顧咧？咁呢個就正規嘅服務。咁呢個咧就係難啲嘅，未必能答到咁仔細嘅。咁又要傷殘人士就一定要提到社會福利署啦。資助嗰個嘅服務，譬如殘疾嘅中心咧，未必係記到呢啲名嘅，所以有啲難啊。咁肢體傷殘啦，嗰個中心啦，日間社康嘅復康中心啦，日間嘅護理照顧服務啦，呢一啲全部都係咁。主要目的咧就希望咧呢啲殘疾人士咧就留喺自己嘅家庭或社區裏邊生活，因為呢個中心唔使喺度住嘅。咁呢個就係嗰個好處。但係因為呢條題目問緊係殘疾人士，如果可能轉一轉咧問到長者咧，咁你要識個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嘅。咁另外一題咧就係問到指出一個負責統籌社區服務與加強社區凝聚力嘅香港政府部門。咁呢個咧都係19年考嘅，就係社會福利署啦。民政事務處咧就比較未啲人識嘅，咁都社會福利署好多人都識啦。咁呢個服務咧就係頭先 PowerPoint 有講啦，社區嘅中心啦、鄰里嘅互助計劃同埋嗰個邊緣社群嘅支援計劃嘅。
咁另外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重點啦，純粹係社區公立嗰方面嗰幾個嘅啫。OK。